同事他可能也是遭到其他同事的霸凌目前都没有所谓的霸凌的情势的一个正式的证据显示。有务士跳楼寻短，家属质疑同事霸凌。桃园邮局42岁许姓邮务士上周三在住处坠楼，他留下的遗书却让家属质疑，原因是他被连续2次踢出邮务士私下组成的赖群组，遭同事排挤霸凌。我们针对这件事也深表遗憾。死者点名的许姓同事解释说是不小心按错，否认欺负或排挤死者。检调要我们提供的资料，我们邮局会全力配合。单位同事表示，死者个性平时内向话少，考绩还拿过优等，完全看不出会发生如此憾事。我们会持续关怀家属，那家属有需要我们邮局帮忙的，我们也会协助。突发中心桃园报道。